在地上大条，咱来关心，伫南投草屯有民众甲车停伫咧黄昏市的停车场，因为伊无消费，要甲车驶走的时阵，管理员要甲伊收1点钟200块的停车费，甚至佫甲车门砸掉咧，不互离开。因为这是私人的土地，警方嘛出动去现场来调解。原来官府是讲会来厘清这个所在敢是有停车场的登记证。 这查甫人讲是停车场的管理员用身体挡住民众车门，不要互伊离开。原来是要讨1点钟200块的停车费。你安尼在搞你？大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民众要求要有收据，不过顶面煞看无合法登记，或者是资料，互伊无法度接受。这是伫自查中道，这姓李的民众将车停在南投草屯的黄昏市场，不过无入去买物件，提车的时阵被要求要付停车费才能离开。他的确是有注记说那边是1小时停车费200元，那也是他们的私人土地。不过我不知道那边是私人土地。当方便当随便，这个是要怪地主本身、业者本身呢，还是要怪你自己？民众表示，后来有入去市场买物件，不过管理员认为，民众离开市场，搁等来看车，都应该付钱。警方也表示，这是伫私人土地停车的民事纠纷，不过也解决撇掉。建请这个管理委员会来对于收费的方式来改善避免民众产生误会。应该要事前消费才可以折抵，应该要做一个明确的标示。律师表示，因为停车场确实有收钱停车的故事，民众入场就应讲是认同这个条件。不过管理员也可能牵涉强制罪。官府表示，私人土地若要经营停车场，都爱有收费标准的故事加登记证，会进一步来调查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